今次同大家分享嘅係電影《寒戰1994》全球記者會入面周潤發嘅訪問精華。發哥首先多謝導演邀請佢參演《寒戰》，之後佢提到香港電影業演員嘅傳承好重要，仲特別感謝一眾新演員嘅努力。此時此刻就係當年當日。其實我喺度想講係咩咧？其實我係一個咧賣街飲井水嘅人。點解咧？因為第一集咧先太清楚精彩。咁我睇完之後阿彪呢套戲我直情係傻咗喎，因為未見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咁嘅場面㗎嘛。咁佢揾到我嘅時候，我非常之開心到點樣？我直情真係，所以你一做演員，人哋掘咗啲井水俾你飲嘅，端埋前面俾你飲，你幾開心。更開心嘅就係阿彪，你話阿彪10年中咁多人去中意套戲，你明白？再到今時今日，我翻嚟再演1994、1995，而家後面嗰班人，最緊要係多謝咩？係我哋整個工業成全好緊要，即係我哋自己訓練班出嚟，係嘛？到電影係嘛？到而家咁，即係軍圖嗰啲喺演藝學院出嚟，我哋將好多訓練班嘅，就靠佢哋嗰啲人，將我哋嘅工業一路成傳落去。所以我哋非常之感謝你哋嘅努力、辛苦，多謝。辛火相傳，係薪火相傳，俾啲心機，拍戲好辛苦嘅，不過得㗎。因為我哋經過即係咁長個日子啦，係嘛？我哋呢行咁耐啦，起起跌跌一定嘅。但係你見佢哋捱咗咁耐，仲可以喺度，可能已經唔見咗好多人㗎啦。你話佢仲喺度，即係好捱得啦。繼續努力，多謝。再發哥呢個繼續喺度啊！繼續我會拍到最後尾唔喺度嗰個人都光盡水啊嘛！喂，好多人都講話我寧願死喺現場咁嘛，有人咁講㗎。咁所以你叫我成日都鍛鍊身體，我跑到100歲，我都跑得嘅時候，我咪即係演戲演到100歲就得。多謝晒你 ，thank you。聽我講啊，你唔好飲咁多酒啦，你益唔到100歲㗎，我諗住我88歲再攞影帝喎。好，嗱，接住落嚟咧就係到傳媒朋友咧發問嘅時間啦嚇。郭富城亦表示，能夠同發哥合作係一件好榮幸嘅事。期間佢嘆咗一口氣，似乎感慨香港電影嘅艱難。發哥即刻送吻，非常暖心。咁我哋補充一下，即係同阿發哥演戲，即係今次喺1994啦，《寒戰》裏邊啦。咁我同發哥係最多嘅對手戲啦，即係每一次同發哥演戲係一件好開心嘅事，好榮幸嘅事，同埋即係希望可以繼續，我哋有機會，我哋喺未來有寒戰嘅世界裏面，我哋會繼續見面。好，多謝晒。而發哥亦講到，佢好珍惜每一次同拍檔一齊演出嘅機會，因為佢好清楚每一次合作都未必有下一次，每一場戲、每一個對手都係好珍貴。他對我也很好，我對他也很好，他對他也很好，所以好像一家人一樣的，對吧？因為拍完那個戲以後，我們不曉得10年後我們會不會再見，所以每一秒都是很真實，他們跟在他們走一起。因為完了拍完以後，拍完屁股我們就走了，要再轉的時候，可能20年後再見，我已經90歲了，對吧？撐一個，撐一個，這個。